大家好，安布也好，今日我分享咧下尾染條嘅理論嗬，咪有李蘭師傅講，自家嘅下尾就基本就六隻染嗬，因為就七隻染啦，佢講咧六隻染可能做基礎啊，就係前所有嘅下尾嘅基礎就可以就咪出六隻染嚟，係自家生橋用嘅染就差唔多長呢樣要六隻染嗬。thì 一隻染按到甘就係像熱肉嘅甘嗬，thì 二隻染按到火像大米嘅火，thì 三隻染按到草像rumput嘅草啊，thì 四隻染按到做像kerja嘅做啊。thì 五隻染按到tet像dapat嘅tet thì 六隻染按到job像obat嘅job，OK，jadi jika you cam for 坐做 tet job OK，呢就係基本嘅染，呢用翻嚟做嘅染啊，係我嘅本日自家講嘅時啊，用1、2、3、4、5、6看到按5看嗬，我想要你四種方法吧，你去學看每隻個何種嗬，第一個就是咧甘加一隻點啊，所以是為咩啊？甘火加兩隻點樣嚇，嗰條錯加一隻膠樣啦，嗰條做加一隻線樣嚇，嗰條tet像甘加一隻點，肉就像火加兩隻點，樣樣嚇。但你看嘅就係1、2、3、4嘅 basis 啊，1、2、3、4過了就轉1、2樣嚇。撇種方法嘅第二個方法你去看，就睇出甘嘅每時啊，每家符號啊，thì 火要加一隻點樣嚇，錯加兩隻點樣嚇，做加一隻線樣嚇，tet像甘樣每加埋嘅樣嚇，嗰條作像火樣加一隻點樣嚇，每次就像第三個就係甘加一隻點，火加兩隻點，就像咗1、2樣嚇，錯加一隻膠樣嚇，做每加埋嘅。tet 要翻像甘樣加一隻點，肉像火樣加兩隻點，最後一個就係像呢樣嗬，甘就加一隻點，火就加兩隻點，錯就加一隻線，因為線睇到像3樣嚇，有啲1、2、3樣啊，一隻點兩隻點，一隻線1、2、3啊，做就每加埋嘅空嘅啲。每啲嘢嗬，轉 tet 啊 ，tet 要飛翻甘要係一隻點，肉加兩隻點我知道呢，我成日超呢種呢幾種 option 呢幾種方法嗬，我知道最好看嘅係第4嘅，看大家要乜嘅想法嗬，咁搬一idea出嚟嗬，大家談一下來discuss嗬，感謝大家，好，拜拜。